大家好，歡迎大家參加九型人格心理諮詢工作室，我係你哋嘅導師阿康。講咗咁耐啦，等我都介紹下自己先。我叫做阿康，九型人格心理諮詢工作室嘅首席認證專業導師，依家亦都係註冊社工。初中嘅時候已經有接觸九型人格噶啦，直到2018年正式向我嘅師傅 Dr. Joseph Lam 去拜師學藝。然後經過好多嘅教學經驗同埋人格評估實習，正式就喺2023年得到國際九型人格協會認證嘅專業資格啦。咁我究竟係師承喺邊一度嘅呢？我哋一齊睇下族譜咯。第一代當然就係宗師級嘅人物啦，我嘅太師公 Claudio Naranjo， 佢嘅醫生背景協助佢整合咗九型人格嘅理論喺心理學同病理學嘅概念入面，令到成個學問更加有邏輯同系統。然後去到我師公 Helen Palmer， 一樣都係宗師級嘅導師啦，亦都係國際九型人格協會嘅創始董事嚟㗎。佢熱心於媒體同埋著作入面去推廣九型人格，佢亦都有研究嘅團隊對九型人格同心理學嘅關係咧做咗唔少嘅研究㗎。跟住就到我嘅師傅 Dr. Joseph Lam 啦，佢係九型人格專業學院林家九型嘅創辦人。佢係少有香港有臨床心理學資格嘅認證專業導師嚟㗎。佢嘅教學結合咗唔少心理學同神經學嘅概念，令到九型人格嘅理論同實用性提升到去另一個層次啊！我哋之後嘅內容都會 keep 住提到呢3位嘅導師嘅教學㗎。唔知大家有冇聽過潛意識呢？我哋先睇睇呢一幅圖，大家見到呢一座冰山。冰山嘅上面，我哋可以叫佢做表意識，講緊嘅就係一啲大家都睇得到嘅嘢，尤其係行為啦。咁行為背後究竟係啲咩嚟嘅呢？呢個就係潛意識嘅部分啦，係連當事人都未必知㗎。例如係一啲感受啊、觀點、期待、渴望等等，而呢一啲嘢所有都可以改變㗎，包括表意識同潛意識嘅層面都係。所以我哋會叫呢一啲做性格。你會見到我哋將九型人格放喺冰山嘅下面㗎，咁代表佢係我哋人格嘅部分，去引導我哋每一個人就住佢型號所追求嘅嘢，而選擇性咁樣去揀嘢嚟聽、揀嘢嚟睇、揀嘢嚟記㗎。打個比喻，你睇新聞見到一單火災，你會將個焦點放喺邊度呢？有冇諗過你個型號已經幫咗你去揀嘢嚟聽、睇、記呢？可能有一啲嘅朋友仔會將個焦點放咗喺啲傷者度，覺得佢好慘。但另一個型號嘅朋友呢，可能就會將個焦點放喺突如其來嘅災難入面，諗下要做啲乜嘢充足嘅準備，先可以喺火場入面生還呢咁樣。所以我哋好多時都咁講㗎，我哋教九型人格其實係將個波拋翻俾你哋，因為你唔知自己嘅型號控制住自己，咁發生喺你身上嘅嘢就係命運。但當你知道自己嘅型號點樣控制你嘅時候，點樣回應你所見到嘅嘢，就係你嘅選擇啦。我哋先睇睇九型人格有啲乜嘢不變嘅定律先。Dr. Lam 發現原來九型人格同先天生理結構咧係好有關係㗎，因為九型人格嘅9個型號係同脾性理論入面嘅9個先天兒童特質嘅評分指標係有互通嘅關係㗎噃。呢個部分我哋會喺第5期嘅時候再詳細解釋嘅。喺呢度我哋至少會知道九型人格係同先天生理有住重要嘅關係先。所以型號係先天嘅，一出世就決定咗㗎啦。所以一啲勁嘅導師係可以做到小朋友嘅人格評估㗎。另外就係唯一型號只有一個，冇膽拖複式膽，唔會好似出面嗰啲咁講乜嘢幾多 percent 係咩型號，幾多 percent 係另一個型號之類。最後就係不變啦。就算之後我哋第7期會講到心理狀態嘅變化都好啦，嗰個型號都係唔會變㗎，只係會有一啲行為上嘅改變嘅啫。然後下一個重要嘅概念就係智慧中心啦。智慧中心嘅概念可以再深入少少去演繹嘅，不過我哋就會留翻第3期嘅時候再同大家講得詳細啲。不過因為呢個基礎嘅概念好重要，所以我哋喺第1期已經會簡單講少少先噶啦。
智慧中心係會分為情感、思考、行動3種嘅。智慧中心係講緊接收外界信息嘅方式，籠統啲咁講啦。5、6、7呢就係用邏輯、思維、分析嚟理解呢一個世界，但唔代表佢理性㗎吓。今次我哋會先介紹一個新嘅名詞，追求。呢個唔係任何宗師或者我老師嘅教學方式嚟㗎，純粹係我喺教學同輔導工作入面整合出嚟嘅一個系統，由第1期至到第7期都會 keep 住用到㗎。不過大家記住，每個導師都有屬於佢嘅教學模式，唔好見其他導師唔係好似我咁樣教呢，就話人哋錯喎。我純粹係想用一套易記、有邏輯、有系統嘅方式嚟教大家嘅啫。咁首先，乜嘢係追求呢？追求即係嗰個型號嘅慾望、注意力投放嘅位置。不過留意喎，我哋嘅學習係受制於我哋嘅語言噶。例如7號追求快樂，咁人人都想快樂噶啦，但其實背後嘅意義係有一啲複雜性噶，唔係就咁快樂2個字就解釋到嘅。9個型號嘅追求背後嘅意思會喺第2期同第5期嘅時候再同大家慢慢解釋噶。另外，追求係不變嘅，即使之後會提到一啲心理狀態變化而令到型號嘅行為改變，我哋啱啱所提過嘅追求都係唔會變嘅。呢一種追求係隱藏住喺我哋嘅潛意識層面噶，大家係唔容易察覺到噶。嚟緊我就會用一啲具體啲嘅形象去比喻唔同型號嘅心態，等大家可以簡單啲咁去了解唔同型號嘅基礎概念。跟住就到6號啦噃，你哋睇到呢一張圖嘅時候諗起啲乜嘢呢？好明顯似一個偵探啦，係咪？我哋會用偵探嘅心態嚟形容6號噶。偵探係點嘅呢？保持可能性同埋疑點，收集證據嚟揾出真相，將一啲隱藏嘅一面咧揭露出嚟。6號就係用呢一種嘅心態去追求安全嘅感覺啦。6號自細就好敏感，呢一個世界係充滿住危機同不確定性嘅。佢哋一般嚟講咧都會非常之注意嚟自人嘅意圖同埋環境上嘅潛在風險噶，亦都可以透過挑戰危險嘅嘢嚟確保安全嘅。所以可以好被動，同時亦都可以好激進噶噃，變化都非常之大噶。邏輯時間啦，諗下一個人用偵探嘅心態嚟理解呢個世界，天生就敏感各種嘅危機同隱藏信息，佢哋嘅形象又會係點樣嘅呢？俾人嘅感覺又係點呢？5秒鐘諗下。等我哋睇睇香港嘅名人代表啦，同樣都係包含住唔同年代同背景嘅。我哋先去了解一啲比較突出嘅特徵。6號嘅偵探心態意味住一種恐懼感，所以你會發現6號嘅外表呢，有2種嘅恐懼噶，一就係怕事嘅恐懼，衍生出嚟呢就係一種好人嘅形象，我不犯人，人不犯我；而第2種就係對抗性嘅恐懼啦，衍生一種惡人嘅形象啊，就係你唔好嚟惹我，所以唔好以為6號都係怕事嘅形象喎。第一位就係男團 MIRROR 入面向演藝發展嘅 Stanley 啦，神態有一種好好先生同中庸正氣嘅形象嘅，佢喺男團入面亦都唔會鋒芒不露噶。另一位都係演員出身嘅陳豪啦，佢同時都係有好好先生嘅形象，亦都唔會標奇立異噶。政界嘅代表呢，就有前立法會議員鄺俊宇先生。神態上亦都係一種好人嘅形象啦，謙謙君子咁樣嘅。咁女性又係點樣呢？單車手李慧詩小姐，佢嘅神態同啱啱嘅男子組呢就有少少唔同啦，眼神就比較銳利一啲。另外就有以零緋聞見稱嘅歌手陳慧琳小姐啦，神態都係有銳利嘅一面嘅，不過同樣都係一個賢妻良母嘅感覺。而最後一位就係藝人周慧敏小姐啦，神態都係會比較乖乖女啦，小女生咁嘅形象嘅。唔理係男定係女，6號都會傾向有2個面向噶，乖乖仔乖乖女，暖男暖女，有少少驚青咁樣，
但同時亦可以眼神銳利，帶一啲對抗性㗎噃。講到尾都係因為內心嘅嗰一股焦慮。所以如果你見到一個乖乖女，但佢做乜咧都表現到好鬆容嘅，甚或完全唔覺得佢有任何焦慮感，咁佢係6號嘅機會咧就非常之低啦。咁我哋一齊睇下 Helen Palmer 嘅6號例子啦噃。今次6號嘅例子呢，相信大家點都識一位嘅。第一位就係水門事件嘅主角之一 FBI 特工 Gordon Liddy， 神態上呢都係典型嘅大男人形象，穩穩陣陣。雖然佢做嘅嘢係非常之危險噶。第二位就係電影人 Woody Allen 啦，神態上都會凸顯到佢嗰種焦慮感嘅。跟住呢一位呢，大家一定識嘅，前德國總理 Adolf Hitler， 亦即係好多人叫嘅希特拉啦。佢俾我哋睇到呢最有對抗性嘅6號嘅神態，面對恐懼呢，佢會選擇先發制人噶噃。最後一位女性嘅代表就係 Jane Fonda， 神態都係乖乖女，人大咗呢就會有翻母性少少嘅感覺喎。縱使我哋未必認識晒 Helen 所講嘅名人例子，不過相信大家都可以喺佢嘅氣場入面感受到佢哋嗰一股穩陣，同時有帶一點對抗性喺入面。所以你會發現6號嘅變化呢，其實都幾大噶，可以因為恐懼而乖乖，同時亦都可以因為恐懼而反抗噶噃，為嘅都係嗰一份安全嘅感覺。呢個就係6號嘅基本概念啦。所以希望大家喺呢一期都可以有新嘅覺悟，發現到我哋都係唔一樣嘅。唔知你有冇試過人生覺得冇乜目標，冇乜意義呢？我諗大家都唔反對。如果想有一個有目標同意義嘅人生，咁就應該將上天賜俾你嘅力量盡情咁去發揮。你擅長嘅嘢就想辦法做多啲，唔擅長嘅嘢就做少啲。第一期嘅內容其實俾你知道，我哋每個人都係唔一樣嘅，都有屬於自己嘅一個方向。就好似每一個型號都有佢為世界作出貢獻嘅方式。喺呢度我想引用聖經耶利米書1章5節嘅內容，佢係咁講噶：我未將你造在腹中，我已曉得你；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別你為聖，我已派你作列國的先知。神創造我哋每一個都有佢嘅心意，唔會有人係冇用噶。神為你嘅人生定咗一個計劃，呢個計劃唔係你出世嗰陣時開始噶，而係早喺你出世之前就開始噶啦。就好似型號喺母腹嘅時候已經決定咗。最精彩嘅係神點樣去塑造你嘅型號，咁你就會知道佢想你點樣去貢獻呢個世界。換句話說，若果你想知道自己應該點樣過你嘅一生，你就應該仔細同深入咁去觀察自己，觀察神點樣去塑造你，即係揾翻你嘅型號，你嘅原廠設定，你未俾呢個世界嘅邪惡所污染嘅嗰一個你。第一期第3部分嘅891就去到呢一度啦。